大家平安。伫过去礼拜中间有甲咱分享，讲团队成功失败领导者真要紧。领导者伊的方向若毋对，伊的决策若毋对，然后整个团体受到的灾害是真厉害。假使领导者伊若带了对，伊的决策对，搁较安怎样歹的团体，搁较安怎样艰难的家庭，伊嘛会直直带出来，怎啊直直带出来？咱来看一寡大公司，遐个 CEO， 你看因的是安怎大个富豪，遐大的一个批，因为这个公司国内发展前途完全在伫即几个人伊的决策、伊的远见、伊的魄力、伊的胆识。前咱伫咧讲到即个1913年、14年，有2队要去征服南极，讲要变做全世界第一个伫遐插队插旗的征服者。有一队是失败，英国的是失败，总是另外佫一队是成功的。成功甲失败在伫迄个领导者。OK， 伫咱的圣经的中间，咱嘛看到失败的扫罗，因为伊的谦卑，老爸驴几若只驴叛见，安怎找拢无。然后老爸叫扫罗讲：“囝去找。”即个囝盘山过岭，一日过一日，直直咧找。然后找到尾啊，伊去拄着撒母耳。撒母耳拄百姓伫咧忙要封一个王，当咧找拢无啥物人的时，后来去拄着即个伫咧找驴，为着老爸伫咧找驴的扫罗。撒母耳就封伊做以色列的君王，一个谦卑、勤恳、拍拼、忠实，互老爸所欢喜的囝。因为伊忠实、谦卑，不识劳苦，然后受封做以色列第一个王。嘛是总是谦卑是上帝甲高升，最后伊失败，是因为骄傲，太骄傲了。这些的工作，别人的职位，伊手伸了伤长，然后又欠权。伊的骄傲，互上帝将伊对王位甲掠落去。佮另外一个，咱咧看到尼希米，看到规个耶路撒冷，规个城破，百姓艰难困苦，逐个人踮遐伫咧拄着外邦的灾难吞踏，总是尼希米，伊用祈祷做大声，伊甲遐个百姓大家落去。担心，然后将一个破碎的耶路撒冷城，伫上帝神的带领下面，耶路撒冷城重新伫个手，伫个领导下面重新搁再起。但今仔日，咱拄要创立要修葺咱教会新的长老，所以今仔日我特别伫咧讲着长老。这长老嘛是对咱的投票者来。保罗伫彼得伫伊的书信的中间安尼讲：我做长老，我做即个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者。彼得伫迄个年代，伊做初代教会的长老，但伊即个做长老的讲。三甲见证基督耶稣的受苦，伊甲耶稣的受苦，三甲同列。但今仔日伫咱的中间要做长老的，恁有一个真荣誉的身份，是要甲这个圣徒三甲有份伫基督耶稣教会的长老。这个人，恁甲伊三甲受苦，有份伫基督三甲背十字架艰苦。三甲为着牧养羊群的艰苦，为着上帝国的荣光所付出的辛苦，但遮咧讲，恁付出的辛苦有一日要甲遮个圣徒三甲同享三甲分享伫上帝国要互你的荣耀，有受苦，动心的受苦，欢喜的受苦，到最后要得到迄个对上帝遐来的荣耀。伊咧讲。
恁中间才甲我三甲做长老的人，恁中间甲我三甲要做长老的人，所以咱这三甲有份伫长老的性质的人，咱真正是要加入伫圣徒这个工，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行列。愿主耶稣基督的神真正会当伫遮个受敬、受选、受设立的长老的中间，咱会受真多的苦楚。特别若要做公工的人，要为着正人服务的人，你要有迄个拍算。我是欢喜甘愿甲基督耶稣同受苦，同背十字架，然后一日我要甲你三甲来分享这个受苦了后十字架的荣光。讲恁遮的做三甲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上帝的羊群，牧养，亲像牧者伫咧养饲羊群。牧养是牧者伫咧饲羊群，亲像老母伫咧饲伊细汉的囝，真卑微软正。这羊群有真多的问题，真多的惊吓不安，什么人要来顾？这长老，恁就是牧者，要来牧养上帝交予咱的，上帝交予咱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性质。上帝将伊一群羊群要交予咱，上帝耶稣基督将伊的圣会、将伊的教会要交予咱，这是何等荣光的代志！总是这个性质，才会伫咧讲，按着上帝的旨意。所以，所有做长老的，毋是照你的意思，毋是照你的脾气，毋是照你的气质，毋是照你安怎想。伫基督的圣国内面，伫教会内面，我拢提掉。无论你咧想啥，迄是你个人的人生，你会当安尼做。但是论到讲伫上帝的羊群的牧养，论到基督耶稣的圣会，咱大每一个人、受职的人，拢是要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毋是出伫勉强，则讲毋是，乃是。出伫甘心，毋是出伫贪财，乃是出伫乐意；毋是用权柄、用权威，高高在上要甲人管，乃是做羊群的模样。因为咱即款的，毋是甲乃是，我想你甲即个精神刻去伫家庭。甲即个精神刻去伫你的公司，甲即个精神刻去伫领导社会、做社会各种的职位，我想拢是安尼。因为咱拢三甲受托，一个真要紧的职，咱是牧者，做长老的是牧者，牧师嘛是牧者，你嘛是牧者 ，OK？ 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神圣的职分，毋是要出伫勉强。乃是甘心，毋是为着要贪什么物件，乃是乐意，毋是要用权。伫即个才无什么权，每一个人甲你家己的物件拢放掉，独独耶稣基督是咱的主。无人因为做着一个位，就变做真有关系，讲话就真大声，无即个代志。逐个人乃是伫基督内面，咱拢是谦卑柔和，谦卑柔和。伫咧学主耶稣的宽恕，会记得伫基督的教会真要紧的是做模范，咱真欠模范。所以，若伫教会内面做牧师的大成，我都爱谦卑，互人看；做长老的柔和，互人看。然后，这羊群会当伫有真好的领导者的下面，这个教会的兴起，这个家庭的兴起，这个团体的兴起，会变做真有温暖，真有基督的香味。因为有恁伫遐，有一群人伫遐来做模范，互人看，互人学，然后成做迄个影响者。讲到大牧者，即个牧长就是一个指耶稣基督。即个大牧者来的时，大牧者显现的时，恁遮的用心伫咧三甲伫基督内面
三甲受苦，为着福音在受苦，为着服务众人在受苦，为着教会基督教会会兴起在受苦的这些人，讲要得到迄个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所以我想这是咱的期待。你毋是咧做白工，你今仔日你辛苦付出的，上帝看见。有一日天顶要互你一个荣耀的冕旒伫遐，咱拢三甲咧学，只讲少年的都顺服年长的，这伫咧讲年幼的无一定是干那年龄的差距，那是表示你若较粗浅的，你的经验较粗浅的，你就爱听遐个较资深的，因有因的历史。有真侪历史你毋知，因有真侪经验你毋知，你拄才起来的人，你都爱听，先听先学，先服从，然后慢慢你去学着。所以伫咱的团体中间，有人做模范，真正将水的代志甲做出来，后壁有人直直看，直直学，直直看，直直学。我嘛真期待咱这做长老的人，每一个人你有责任，你爱去带一寡边仔的人。带人入来教会，然后每一个长老嘛带一寡人伫你的身边，甲你三甲伫咧同工，因为咱咧训练骹手，为上帝的教会呼召一些新的人在长老你的身边，为了这未来更美的教会，上帝的国度，你有责任去 call 一寡人，训练一些人在你的旁边，跟着你一起做，跟着你一起学。所以伫每一个长老无同款的领域的中间。你拢有一寡人，毋是干那家己做，回头转去看身边，也阁有啥物人会堪伫鼓励，会堪伫甲你三甲来背即个担，然后咱真侪教会讲到怎直直分出去，因为理论咱拢听真侪，过来是要安怎样甲行出来。所以毋望每一个长老，伫你还袂放落即个担以前，你有责任跟去靠一寡人伫你的身边。毋是咧做党派，毋是咧讲我属彼得，我属阿波罗，我属什么人，无有党派。逐个人是用奉主耶稣的名伫咧做工，然后咱直直带领人，直直拢甲遮个人送对基督的面前去，服侍主的教会，荣光归伫上帝。伫即个经文的中间，才咧讲到谦卑甲顺服。拄则咧讲到扫罗一开始因为伊的谦卑，扫罗因为他谦卑，所以他被封立为王。最后因为伊的骄傲，他的骄傲，他被废了他的王位。所以谦卑是基督教会领导者真要紧的一个信仰的精神。谦卑为怀，谦和，爱伫谦卑的下面，佫真有和气。真和谐伫咧服务众人，正咧讲到上帝高举谦卑，总是阻挡骄傲的。因为真惊，咱真惊，上帝互一个人有机会了后，坐起伊仔位，然后怎骄傲起来？台湾今仔日整个台湾会乱，就是遮坐伫椅仔顶的人，因骄傲起来，整个国家乱去。因为咱有香港的牧师伫这个遮，整个香港会堕落了，变色了，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他们骄傲了，他们离开了百姓的需要。所以咱这个真要紧，要安怎样？真正遮做领导者的。咱咧听好，我们辛苦，我们付出，我们同心与基督同背十字架。咱咧拄着真侪代志，总是你永远不放弃，永不放弃，坚守到最后。为了什么？为了人民，为了百姓，为了信徒，要甲遮的信徒拢通过咱做模范，一直带到有一天大牧者来临的时候。咱真会当真大声喊讲，主啊！你交予我的百姓，你交予我的信徒，你交予我的国家、社会、教会，我真正忠心到日死，然后将这个荣光归伫你，拢无离开上帝的旨意。才咧讲上帝主旨，总是上帝赐福。毋望你我咱受调来伫咧做这个
坐伫即个位，即个荣耀的即份交代咱，有一日咱真正会当互上帝讲，你是忠心，是尽职，是可爱，通欢喜的囝儿，你通入来我享受我国度的欢喜。第6节这个讲，你们要自卑。这个讲自卑，唔是真正讲你看无你家己，唔是安尼。这个自卑是讲家己谦卑，自己谦卑。就讲你humble，恁都爱家己谦卑，伫上帝幸福，伫上帝大权能的手。恁家己谦卑，唔通袂记，咱有上帝互咱靠。所以伫即个遮，我看到伫即段的经文，你有看到上帝，你有看到魔鬼，然后你嘛有看到人。讲人你都家己谦卑，人你要谦卑，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你有拄到什么代志，唔免家己急咧冲第一步，就急咧去处理。在你的人生有太多太多的问题苦恼。不要自己冲前线去处理，要记得先祷告、仰望、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烦恼、把我们的所有遇到的一切，先祷告上帝，然后交托上帝。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做我该做的事，而且你的做的时都是要。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尽我所能，完成我的受托，做完了，我就交给上帝，自己不要再插手。OK， 我想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的态度。每一个人，无论你伫什么款的职位，伫你的家庭里，拢同款。你家己的本分尽力了后，你就放手啊，交给上帝。唔通家己要做上帝去处理所有的麻烦。唔通家己要做上帝，要去处理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留互别人处理。要讲阿免无 ？OK， 你唔通看到囝要安怎，你就冲起啊，想要调整你的囝。我甲你保证，你若要调整你的囝，你的囝哪变哪麻烦，甲你的问题哪变哪多。看到什么问题，拢先安静，拢先祈祷，然后点点啊看你会当创啥，干安尼尔。把你的囝交给上帝，然后直直爱注意你父母会当创啥，是用真软的方式，父母嘛要变做真谦卑的方式，真和气、谦和、谦卑佮柔和，伫咧扮演你的角色。囝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交给上帝，你唔通伸手，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唔通甲你的手伸伤远，会出代志。所以，即个要做长老的，其实咱拢哪做哪学，哪做哪学。所以，这个遮你会看见，面对上帝，人爱谦卑。总是魔鬼的工一个，魔鬼的工，魔鬼在做什么？他魔鬼的工作就是让一个谦卑的人变得很骄傲。这是魔鬼的工，让一个原本很谦卑的人，他后来变成很骄傲。被选上之后，坐上那一个权力的位置之后，他骄傲了，他自以为是，他偏行己路，他就出问题了，他就变成魔鬼的工具了。因为我想伫这个遮，咱常常咱来定定伫遮伫咧提醒咱家己 ，be humble， 做上帝的百姓，特别咱受交托的人，这是咱一世人的功课。我真希望大家人拢有机会做长老。因为有做长老，跟无做长老，当你有一天你当了长老之后，你就能够进入这个自我要求、自我期待，而且上帝的灵会引导你，引导一个谦卑的长老，他如何他的生命不断在成长，他会变得跟别人不一样。这真正有谦卑的路，伫咧侍奉的人，你会看见伫家族的内面，这个人怎伫甲人无共款去，总是当时有一日若变做骄傲。所有人拢失望，大家看到都拢会出代志，因为人到尾啊坐去迄个位，所以谦卑甲骄傲，这是一个人
变好变歹，好的领导者，无好的领导者，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分界线底下，愿上帝的神真正帮助咱。即个讲魔鬼直咧招车要吞食，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它变形各地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咧找空芳，看什么人有机会甲人甲互伊变做一个骄傲的人，讲话真大声，然后个性真强，然后逐项都爱听伊的指挥的，这马上就出代志啦。要按怎样保持伫上帝面前，咱真正一世人 before God， 咱是一个真谦卑，互人的成长。谦卑有真多的人气，谦卑的人知影家己有真多有限，所以需要别人来相合来。但伫即个只教会的兴衰，甲牧师长老有绝对的连结。牧师若扮演了无好，牧师堕落了，牧师的引导错误了，整个教会出问题。毋是干那牧师尔，长老嘛共款。有当时啊，一两个长老记过一个，牧师嘛袂当创啥。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教会，基督的教会，真的基督的身体能不能有一个正常的 function？ 牧师与长老能够同心合意，这是最要紧。啊，这个家咧讲，长老甲牧师的分工是啥？长老是咧治理教会。牧师一个照上帝的话，一个传达圣经，所以牧师毋是咧讲新闻，牧师毋是咧讲伊家己趣味啥，牧师伫咧教导上帝的话，所以这是侍奉上帝化的牧师。啊，这个长老是伫咧治理教会，然后牧师甲长老三甲伫咧做这个工，长老是在协助牧师。我讲我伫台湾，我拄到一个长老公开伫在众人的面前，公开在查经的时候，拿着圣经说：“你们知道牧师长老是在做什么的吗？”他说：“今天我告诉你，长老就是在管理教会、监督牧师的。”公开摕圣经底下伫咧教这的人，讲今天我正式的告诉你们，长老是做什么的？是在管理教会、监督牧师的。那位骄傲的人一定出事情。所以伫这个家，咱真正是长老唔通袂记得，长老咧协助牧师，所以大家人爱真注意。咱教会咱咧聘牧师，但是牧师是众人投票，所以伫即个遮，什么款的牧师是由一群信徒信仰基础知啊无？信仰基础若知，大家人有信仰的判断，然后恁有法度去经着好的牧师，好的牧师伊来引带带领训练一群好的长老。长老再搁带领一群执事，就是安尼怎直肉粽干直干起来。这个团体伫上帝旨意、基督耶稣十字架甲听的内面，整个信仰咱拢伫咧发挥爱、学习爱、活出爱，然后这个基督的教会怎直起来。所以信徒的品质、信仰的品质的影响长老甲牧师，这个长老嘛是拢信徒选的。所以信徒有信仰的基础啊无？你若选出无适当的长老来，再搁伫咧怪罪教会安怎，迄拢无效，因为恁选出来就是安尼。阮做牧师嘛真为难呢。阮若受聘去一个教会的时候，一堆的牧师，一堆的长老拢伫遐。啊，迄长老拢毋是阮牧师拄去的时，牧师会当拣的。迄长老拢早会友都选伫遐。啊，然后阮高教插人群，都爱去甲遮个长老同工。啊，遮个长老是会友选的，啊，阮都爱去甲因配合。啊，会好，逐个人若会好，教会就兴；逐个人若袂好，教会就出代志啊。所以这拢是环环相扣，环环相扣。长老
长老是咧管牧师还是咧协助牧师 ？OK 哦，注意哦，拜托呀！做长老的唔通干那要来，做长老的不要想要来管牧师哈，要来协助牧师。然后牧师要疼爱长老，牧师要跟长老做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以下这一些工作：访问生病的，鼓励信心冷淡的，教育年轻的，引导求道的，造就信徒，做众信徒的榜样、模范。咱真正这是拢三甲做，治理教会的长老。甲服侍上帝话的牧师，咱三甲来做这个代志，那真苦楚，有当时啊真麻烦啊！蒙面人破病啊，有长老去探访，的时，就先问迄个破病的人，知影兄，牧师来甲你看袂？拢故意先问。牧师来甲你看袂？也袂咧。就即个来看的长老就开始传你看，牧师拢变单，牧师说啥物代志拢安怎？拢是我，就有一寡长老来去探访一个人，就大声翕一个相片，就传出去啊！你看牧师到即句也袂来啦，啥物长老嘛到即句也袂到啦，那敢若拢伊做一个啥物工作，只人知影讲我是第一个安尼。留意，这拢是这个心态拢唔对。咱是三甲做工，咱拢分工合作。什么人方便，什么人你都走进前去。你是代表整个教会，什么人先教会，就是咧代表整个教会。先到的就是代表整个教会，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爱跟关怀到了你们当中。所以每一个人。当你在做一件良善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回头去看别人，怎么还没有来，怎么还没有做，怎么只有我一个人 ？No， 大概人有不同款的工作跟功能，你就是代表整个耶稣基督的爱跟表现。然后，愿上帝真正在咱的中间，不要安怎让咱砥砺教会、治理教会的长老跟传达上帝话语的牧者，我们真的能够谦卑。对不起，带不给。OK， 等一下，咱的第这个家呢，我们会有长老的誓约。长老的誓约中间有几项，你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啊？无，我想做长老的家己爱去应答这样代志。你相信新旧约圣经吗？你有接纳？你即摆要做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伯勒比教会的长老，你有接纳加拿大长老教会所相信的使徒圣经吗？你欢喜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基督耶稣是教会，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毋是倒一个牧师，毋是倒一个长老是教会的头。所以，逐个人若伫咧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所有的代志拢是问耶稣 ，WWJD。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大家人拢伫咧问耶稣的这若是耶稣面对这个问题，耶稣会安怎做？咱做长老，咱做牧师，大家人拢共款伫咧找这个问题，然后拢找就是耶稣会做，耶稣的心意，耶稣的态度。大家人拢伫这最后，大家人即款的三甲协助的下面，将基督耶稣的教会，迄个有带来真侪荣光，咱将这个荣光归乎上帝。然后搁咧问一项，你肯降服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法规啊？不过 form 你欢喜降服啊无？你当我咧讲到这个时，你会看到。咱台湾一堆的立法委员，因无爱降服台湾的宪法，整个国家都乱去，国家的机械都乱去啦，袂顶袂动啦。所以伫遮就是讲，
有当时啊，信仰伫咧执行的时候，一寡迄个灰色的boundary， 啊，迄个 boundary 到底要越线，要越到什么线？耶稣来，耶稣也跨越了很多传统的线，但是咱伫这个遮，咱啊定定爱注意一项，什么是通做，什么是唔通做，因为遐牵涉到次序。教会有教会的次序，凡事按照次序来。我想这是真要紧。啊，等下长老的誓约的中间会去问这个问题。啊，唔但干那长老爱誓约，会友嘛爱誓约。OK， 所以等下师会等下长老誓约了，啊，会过来问这个会友。问这个会友讲，恁有欢喜接纳所竞选的长老无？恁已经选这个长老出来，恁会欢喜接纳啊无？那因照制度来治理，做会友的恁就欢喜顺叹；因照制度伫咧执行、伫咧治理、伫咧引带教会，做信徒恁就欢喜顺叹。莫讲即个长老的法，按怎样法袂行，安怎法下骹都有真侪声，但是干那某名长老，干那法一寡人法会行，安尼嘛毋对。OK。所有的人会记，咱拢是耶稣基督的羊群。耶稣基督就是安排一寡牧师甲长老伫咱的中间，佮做咱的目睭看会见的牧者。然后逐个人要安怎伫遮咧三体系 ？OK， 这个阮拢爱这个长老甲牧师构成就是小会，长老小会就是牧师跟长老构成的一个会议，叫做小会。伫整个长老教会体制的内面，干那一个组织是 cross meeting。cross meeting 就是外人拢袂当入来，所以这是有一个独裁的伫遐哈。迄个叫做干那牧师甲长老会当参加的会，叫做小会。剩的长执会你拢会当参加，大会你会当参加，总会你嘛会当去参加，总会你嘛会当去参加。只要你若经过申请，你拢会当参加。但是小会只有牧师跟长老只有。OK， 所以伫遮咧讲的小会是遮尔要紧，小会是遮尔要紧的一个。所以要有对的人当牧师，要有对的人做长老，他们才能够做对的事情，有利于教会的事情。即马遮咧讲，恁既然若选出来，你就要敬爱伊、体贴伊、帮赞伊、替因祈祷。OK， 毋是选出来尔，咱就全拢放咧，迄拢是教会拢因的空气，毋是安尼。咱爱协助伊，因若叫咱就行，所以爱帮赞因，爱敬爱体贴。即马问题一个真要紧的，为着保持基督教会的特殊，若有啥物过失，人拢是罪人，我会犯错，你会犯错，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任何一个牧师跟长老都会犯下许多的过错。这么加咧讲到有了过错怎么办？加咧讲到伫基督耶稣的内面，咱中间若有啥物人无好势，毋通到处宣扬，这破坏整个基督教会的大局，破坏大局。所以我常常伫咧提醒讲，无论咱伫咱的厝毋通诚做，咱的厝毋通诚做讲某物人。讲倒一个会友，讲倒一个执事、长老、牧师毋好的一个所在，迄规个家庭的为着定定拢咧讲迄个家庭就全放弃啦，因袂来教会啦。囝儿若听到，查某囝听到，新妇听到，因对教会都无趣味，因为恁教会问题则比别人较侪。其实毋是咱的问题比别人较侪，是咱的家庭听到教会内面的问题比别位讲较侪。所以这些拢全听到这些，咱若家己踮遐咧宣扬，拢会全出来影响咱家己的信心，影响咱家己的家庭。所以这个才有一个次序，教会有治理的一个次序。若有啥物问题，袂要紧，咱拢是罪人，我嘛会犯罪，我嘛做了毋好，要安怎？互相伫听的内面，互相提醒，互相帮补，然后互相成全，互相造就，互相带导，这敢毋是？若有啥物代志，
保护社会，然后尊重社会，尊重社会处理，这真要紧。有真侪时阵，社会处理出来的，咱无一定接受。我甲你讲，但是社会是安怎，咱要尊重。社会知影每一个人的软弱，社会知影每一个人家庭的问题，社会知影即个人、迄个人有真侪你毋知影的代志。所以这是一个 close meeting， 就是讲有啥物代志，拢敢若伫社会园内面。啊，社会各人爱有一个真水的心态，拢是咧为着保护羊群，为着照顾羊群，所以咱会互相伫整个拢讨论了，咱做一个决定。迄个决定无一定真完善，但是可能是即马下伫即句。啊，有啥物代志，未来再搁慢慢改善。社会有一个运作的过程，所以我们就尊重。但愿上帝真正通过咱大家凡事仰望上帝，凡事尊主最大，彼此顺服，咱来活出基督的疼，然后将荣光归伫上帝。愿上帝的神点伫咱。今仔日咱的社会议长小会议长我若伫遮，今日我徛伫遮迄个社会议长托我三甲来做即个换手。等下我请迄个某个牧师，咱的社会议长，等一下也一起来，咱三甲来祈祷。愿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愿主的灵运行，愿以马内利的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的利益，乃是甘心情愿、欢欢喜喜，有份于上帝的国度，欢喜背起上帝的托付。这个十字架，这可能是一个十字架，但是用心背过，甲主三甲背十字架，到最后，我们甲主三甲同得基督的荣耀。我用欢喜的心，要祝福，要代祷，我要两位伫阮的中间受设立、受封立做长老，阮恳求上帝的神甲阮三甲同在。阮每一个人望通过一段时间，忠心尽职服侍主的教会，到兄弟姊妹，有一日拢有机会会当三甲来担当长老的职。我要做一个好的牧者，真正听主耶稣基督的羊群。阮伫你的面前感谢、懊恼，靠主耶稣基督的名。